歡迎收聽和你看天下。嗱，今日呢條片唔講打仗啦，成日講打仗即係太厭悶啦。咁啊，講啲有趣嘅大陸新聞啦。第一單呢，我想講下中國大陸嘅小粉紅大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。咁結果點呢？又係鬧出笑話。高市早苗30幾年前一部車同嗰部車嘅車牌啊，竟然引出一段辱華風波。咁啊，正確啲講啦，應該呢係辱華笑話。咁呢件事係咁嘅，3月7號係高市早苗65歲生日。咁呢單嘢呢，竟然日本好多人關注喎，所以話呢，高市依家人氣之旺啊，真係擋都擋唔住。呢個時候呢，高市家鄉奈良嘅 Toyota 汽車博物館做咗一件事喎，就係將高市早苗揸咗20幾年嘅一部車，嗰部跑車嚟嘅，修復翻佢，然後呢攞出嚟展覽。咁呢部車呢，係 Toyota Supra A70 跑車，展覽嗰架車嘅旁邊呢，仲有一個高市早苗嘅紙板公仔。而車牌咧就係仿製高市一直用嘅車牌3777。高市依家係首相啦，咁當然佢係坐首相嘅專車嘅，唔可以自己揸車噶啦。咁呢件事高市當日啊，仲出席咗個 Toyota 嘅安排嘅儀式喎。咁其實咧都好明顯嘅，佢係幫 Toyota 做下宣傳咁啦，振興下日本本土汽車品牌。另外咧，高市喺生日嘅當日上載咗佢當年同呢部車合照嘅相片。咁啊，證明咧佢做咗國會議員之後啊，仍然用緊呢部車嘅。嗱，呢個時候終於俾偉大嘅中國小粉紅發現到啲驚天大信號啦！乜嘢驚天大信號呢？原來22年前高市早苗已經就辱華噶啦。小粉紅話高市早苗一早已經有軍國主義嘅 DNA 啊。OK， 咁啲小粉紅憑乜嘢咁講呢？就係憑車牌號碼3777，3777隱藏住驚世密碼。原來咁嘅3777，即係代表住1937年7月7號盧溝橋事變啊！哇，咁就證明咧高市早苗係軍國主義。哇，呢件事咧，高市嘅團隊當然就唔回應啦。不過高市嘅朋友咧就馬上回應啦。結果咧就係令高市早苗加咗分，令更加多日本人對佢有好感喎。原來3月7號咧係高市早苗生日。7月7號咧係高市嘅老公前任眾議員山本拓嘅生日。高市當年咧係用盡辦法先買到呢個車牌嘅。20幾年前咧，高市兩公婆都唔係好富貴嘅啫，都唔係好有權勢嘅啫。咁於是呢個古仔就令好多人覺得，好浪漫啊，好溫馨咁。而啲小粉紅嘅陰謀論咧，馬上成為一單辱華笑話。有人話咧，連一個車牌號碼都可以聯想到歷史事件嘅，咁啊充分證明啲小粉紅啊幾有智慧啦。我咧就出片講過幾次，你幾時俾小粉紅鬧辱華，幾時俾人稱為漢奸呢？唔係在於你做過乜嘢，又或者你冇做乜嘢，而係啲小粉紅幾時得閒要揾一啲辱華事件。只要小粉紅出動去揾去諗呢，佢哋永遠揾到或者諗到數之不盡嘅辱華事件嘅。就正如依家啦，某啲偉大領袖嘅粉絲信徒成日就鬧人冒犯佢哋嘅偉大領袖 ，Facebook 上邊咧日鬧夜鬧，鬧個不亦樂乎啊！我唔明白咁偉大嘅領袖點解咁容易俾人冒犯嘅呢？到底一個人要完美到點先可以唔容許其他人作出絲毫批評嘅呢？所以話咧，五毛、小粉紅、粉絲信徒係呢個世界上最趣致，但係最不能得罪嘅人。OK， 咁大陸嘅小粉紅嘅辱華笑話又引出日本人另一個話題喎，就係咧一個日本嘅女性已經開始從政嘅啦，點解竟然揸呢款 Toyota Supra A70 咁嘅跑車嘅呢？高市早苗39歲成為國會議員之後咧，佢又輸過嘅，然後再贏翻，佢一直咧都係揸呢部 Toyota Supra A70 跑車嘅，最少揸咗22年。一個人揸同一部車22年，你可以話佢念舊啊、忠誠啊，亦可以話佢執拗嘅。首先大家留意下 Toyota Supra A70 咧係乜嘢類型嘅車先呢？呢款車咧依家已經係停產噶啦，係過時嘅跑車。依家咧係屬於 JDM 經典跑車，80年代曾經好流行嘅呢款車，當年喺香港曾經都好多人揸嘅，多數年青人啊。呢款車咧被認為屬於黑社會古惑仔嘅車。香港同日本黑幫片經常出現呢款車嘅。1989年，吳宇森導演、發哥李修賢加埋葉倩文主演嗰部《喋血雙雄》咧，就出現過呢部車啦。咁另外日本漫畫《頭文字 D》呢部車就係主角之一啦。電影版當然都係啦。
仲有2001年狂野時速咧都係有呢部車出現嘅，不過咧就唔係 A70，係 A80。有人就形容啦，呢款車充滿住黑幫嘅電影美學，因為佢車身就矮啦，車頭燈彈出嚟嘅，咁樣拍電影畫面咧可以突出到架車同埋啲街燈啊。而香港更加有咧係霓虹燈添。呢款車推出嘅時候咧係日本經濟泡沫爆破嘅時候，啱啱爆破。日本黑社會啲大佬輩咧就揸 Toyota Century， 咁啲年青派又點啦？即係所謂古惑仔咧就係揸呢款 Toyota Supra A70啦。嗱，總之啦，呢款車就比較有戲劇性嘅。OK， 咁繼續講呢個議題前咧，請大家俾我唞唞飲啖咖啡。呢個時候請大家唔好走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、留言、分享。如果有廣告嘅話，請大家支持我哋啊！好，飲啖咖啡先。翻嚟啦！去到 A80嘅時代咧，車身嘅線條咧流暢咗，反而冇咗一種黑幫味道。咁所以由高市早苗做咗國會議員，仍然堅持揸呢款跑車咧，揸咗最少22年啊！由此咧可以觀察到佢嘅性格有幾硬朗，有幾堅持。一個女人揸車唔係要求舒服喎，佢唔揸自動波，反而要揸棍波。呢啲女性係幾有自信，幾有紀律性同膽識呢？中共嘅200斤以為可以輕易令佢屈服啊，恐怕太唔了解心理學啦。仲有 Toyota 呢款跑車咧，係代表住一種舊派日本嘅工業美學嘅。呢款車面世嘅時候係日本工業嘅黃金時期，之後咧呢款車就變成過時啦。但係高市咧仍然繼續揸，咁就證明佢咧唔係貪新鮮嘅，佢亦唔怕俾人笑喎。總之咧，我就係長期揸住一架過時嘅跑車，你吹咩？呢份自信好少日本女性做得到嘅，所以依家佢就咁吸引到日本嘅女性選民啦。OK， 咁講開女性揸車啦，我有位好熟嘅朋友就同我講，佢咧識咗阿葉劉好多年嘅，佢以前成日坐葉劉架車嘅，葉劉手車咧原來好辣噶喎。我呢位朋友咧細個做過車房仔嘅，揸車亦有一手啦。佢形容咧葉劉係少數有古惑仔級數嘅女車手。另外咧，大家可能唔知道啦，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手車都好掂嘅。佢做英女王之前呢，二戰期間佢喺英國陸軍女子輔助隊 ATS 喺入邊呢專做司機兼做汽車維修嘅。當時佢仲係全職添。英女王曾經係車房妹嚟嘅，大家冇諗過呢？英女王咧喺2022年9月8號咧逝世嘅。2021年11月，佢仲喺溫莎堡嘅園內啊，喺園區入邊啊，自己揸車啊。咁由此可見佢揸車呢鋪癮啊幾大啦。我手上有本書嘅，有大量英女王揸車嘅相片。不過咧，我依家就叫起手揾唔到本書出嚟啊。但係我仍然喺網上咧揾到相關嘅相片，大家不妨都睇睇啊。OK， 咁第二單有趣嘅大陸新聞呢，係胡錫進竟然俾中共官方嘅網站定性為中國第一漢奸。到底發生緊咩事呢？依家暫時都冇人知啊。原來咧，中國大陸有個官方嘅資助網站啊，叫做漢奸展覽館。呢個網站主要就係公開一啲異見人士嘅個人敏感資料嘅，希望咁樣咧向佢哋施壓啦。早前咧 OpenAI 嘅 ChatGPT 就發現呢個網站啊，叫 ChatGPT 幫佢生成一啲用於抹黑所謂漢奸嘅資料嘅。咁反而咧呢單嘢調翻轉，俾 GPT 揭發咗佢哋做嘢嘅手法，仲公開埋俾媒體知道添。呢個網站就更加多人注意啦。原來呢個網站已經公開過144名異見人士嘅資料嘅，甚至連佢哋父母嘅資料都公開埋嘅。我哋上過呢個網站睇嘅，目前呢，佢哋已經將李老師不是李老師界定為第一號漢奸。咁當日阿胡錫進呢係排名第3位嘅。好多人就唔明白胡錫進點解突然被指控為漢奸嘅呢？仲排上第3位添。有人就認為係黑客嘅行動，有啲黑客咧出動惡搞胡錫進咯。呢個講法咧我有啲保留嘅。點解呢？好簡單啫。首先要 hack 入呢個網站啊，應該都唔困難嘅，因為佢唔係咩高級機密網站啊嘛，網絡保安未必好強勁嘅。但係咧，既然都 hack 得入去啦，點解揀胡錫進嚟惡搞呢？點解唔揀其他人啊？例如揀彭嫲嫲啊，或者蔡奇啊、李強啊都得啊，咁咪仲過癮？點解揀胡錫進呢？胡錫進嘅震撼性一定唔夠其他中共高層勁啦。所以咧，我嘅推理係咁嘅。
黑客入侵嘅機會咧比較低，反而我覺得係網站嘅管理人員自己擺烏龍機會大好多。OK， 咁你可能話啦，有冇咁嘅可能啊？我覺得絕對有咯。點解我咁講呢？因為 ChatGPT 已經發現呢個網站嘅工作人員係靠 GPT 幫佢哋揾料寫內容嘅，呢招已經被踢爆咗啦。咁又唔可以再用啦。於是點呢？唔係用 DeepSeek 咯，而你去叫 DeepSeek 幫你揾啲漢奸出嚟交功課，發問嘅人又唔俾心機去問，甚至佢哋根本都唔識咩政治，淨係亂咁提問嘅啫。而同一時間，胡錫進長期不停指控其他人呢係漢奸係賣國賊嘅。如果你向 AI 發問，問得唔清唔楚，分分鐘 DeepSeek 就答你胡錫進就係漢奸，呢個咧係完全有可能噶。然後呢個時候嗰啲管理人員又傻下，按照 DeepSeek 生成嘅內容啊，係咁就上載上網咯。於是胡錫進就成為咧中國頭號漢奸啦，有乜出奇啫？嗱，不過咧好快胡錫進呢個漢奸嘅光環啊就被除下啦。呢個網站好快將胡錫進漢奸嘅地位咧下咗架。咁於是我又聯想到，點解中共奪得政權之後，一方面就話國家好穩定嘅，哇，經濟發達嘅，人人信任中共嘅黨嘅，點解中共統治咁多年，中國又會出現歷史上從來未有過天文數字咁大量嘅漢奸嘅呢？中國咁多漢奸，特別多漢奸，點解嘅呢？可以話咧，中共依家係出現咗漢奸產能過剩喎，漢奸真係普及到咧無處不在咁。嗱，我之前出片分析啦，越獨裁嘅國家越需要動員群眾嘅，一定要啲群眾咧盲目地忠誠。獨裁者唔可以冇個人崇拜，粉絲信徒心目中偉大領袖永遠唔會錯嘅。啲獨裁者咧咁就掂晒啦。要做到呢一點，獨裁者必須掌握一件道德武器，係咩武器呢？就揾敵人。只要指控某啲國家、某啲人物、某啲思想係害人害物嘅，係必須咧不顧一切徹底清除嘅。咁樣群眾就容易投入於一種殺死敵人嘅興奮狀態啦，咁就會徹底信任領袖，產生個人崇拜。所以獨裁國家不能冇敵人，而敵人呢，除咗外敵之外，必須咧都有內敵嘅。漢奸呢就係內部敵人啦，漢奸呢係政治背叛、民族背叛、道德敗壞，一切衰嘢都有噶啦。只要對付獨裁者指控嘅敵人啊，對付啲漢奸呢，啲群眾馬上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嘅，覺得自己係公義嘅、正確嘅同崇高嘅，咁樣就更加投入於領袖嘅個人崇拜啦。於是中共奪取政權之後，不停呢叫囂要對付其他國家，然後不停打倒自己人。依家呢少咗階級鬥爭啦，於是咪打漢奸咯。但係咁真係能夠出賣國家利益嘅呢，除咗中共黨自己啊，其他人呢根本都冇咁嘅能力嘅。咁點好呢？唯有啦，漢奸大通脹啦，不停打造漢奸。無論係任何批評嘅聲音，哪怕係將中共社會現況公開俾人知道呢，都係漢奸。於是呢，忠誠嘅標準就不斷上升啦，即係好似通脹咁不停加價。社會問題呢又唔解決喎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被界定為漢奸嘅人咪越嚟越多咯。總之，愛國唔夠激烈嘅又係漢奸，分析下政策呢又係漢奸，支持官方唔夠用力啊，梗係漢奸啦。你支持官方太過用力呢，又係漢奸，因為低級紅高級黑，梗係漢奸啦。於是人人都係收咗外國勢力嘅錢嘅。情況就好似咧我咁啦，我分析美國問題，馬上有人鬧我收咗中共錢。有啲粉絲信徒咧就鬧我，話我反佢哋嘅偉大領袖咁。OK， 到我講中共嘅200斤皇帝啦，另一班人咧又話我係美帝嘅走狗，係漢奸賣國賊，又係咧收咗錢。總之我兩邊都收錢，哇，實在真係過癮。總之咧，你講出佢哋唔同嘅意見咧，你就係別有用心啦。而嗰啲五毛啊、小粉紅啊、偉大領袖嘅粉絲信徒啦，維護完佢哋嘅領袖同佢哋嘅國家咧，就覺得自己好嗨，好崇高同好正義。所以我嘅結論係喺中國大陸，你想唔成為漢奸非常難嘅。喺當今呢個世界咧，你想做一個正常人，正常地有邏輯地諗嘢，亦係非常難啊。所以如果你依家仲聽緊呢條片，仲係覺得自己係一個正常人呢，真係要好好珍惜啦。
話唔定呢，有一日大家都被逼唔可以做正常人嘅。好簡單啫，文革時代嘅中國就係唔俾人做正常人嘅時代咯。請大家繼續收聽和你看天下，喺呢條片下邊應該有超級感謝嘅符號嘅，請大家 click 入去支持我哋啊！拜拜。